一個視頻同你哋講清陰德、陽德、功德同埋福德嘅。大家成日都講呢4個德，但係分唔清。一個視頻同你講透佢嚇。首先講功德，功就係善行，德就係善心，所以善心加埋實質行動就係叫功德啦。咁功德又分為陰德同埋陽德嘅。首先，陰德其實就係做好事不留名，暗中行善不為人知，不圖即時回報嘅福行。例如尊敬長輩，暗中幫助有困難嘅人。咁陽德呢，就係做咗好事俾人知道咗噶啦，並立刻或者較快咁獲取咗名譽、讚揚或者物質嘅回報嘅德行。比如公開慈善捐款、做義工。不過記住，唔好為咗賺先去做，畢竟禍福都係自己招嘅。最後就係福德啦，亦可以講係福報，有先天具備或者後天通過積功德便可以獲得福德嘅。先天具備嘅福德就係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咁嘅道理。有福報嘅容易心想事成。無論你想長壽、健康定係發財，咁有福報嘅人呢都好容易得到嘅。就好似我哋打麻雀咁樣個鬼牌，有福你就乜嘢都可以變得到噶啦。總結一句說話就係心存善念，多做善事，福報就自然嚟噶啦。